新一开始，咱来关心风台。今年第5号的风台杜苏芮上紧伫明仔就结束风台，可能会影响李松岛。气象专家是表示，礼拜了后离咱台湾会较近，所以无排除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若最近过渡了后是接落西北风，昨下晡花莲着民众去撩溪，却拄着大水雨掉伫溪中，消防人员赶紧去救，加载拢平安。 徛伫错路的河中等待救援，这名来自高雄的溯溪民众是透早就前往当地溯溪，不过秀林乡过到了后山区，一个爱强降雨，造成溪水涨起来，抹掉伫水头。辖区消防队员甲特殊道地人员协助冒险，先开车渡过溪床，再用镜的往水头救人。 利用工区最后协助受困的7个人顺利落山。当地居民表示，当地定有5号雷阵雨，只要看到山头乌云密布，都会协助抗离游客。 我们到的时候有5人受困在河中间的石头上，然后有2人在对岸。山底的那个乌云变厚，然后准备有强降雨的情形，然后或者知道天气预报，知道就是今天会有强降雨，就尽量都不要再入山，因为那个溪水暴涨是非常快的。受大气压大大着影响，各地5号强降雨明显，拜四随着低压大远离，各地全好天受热，不过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继续发展，有果会加速今年第5号风台杜苏芮。 在强度方面呢，预估它是逐渐的在增强，甚至会来到中度台风或以上的等级。大致的预估呢，还是朝西北西方向移动，经过吕宋岛之后，朝向广东海面。气象局分析，杜苏芮可能会向吕宋岛方向行，虽然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低，不过外围混合可能会伫后礼拜起对东北部到恒春半岛带来辐射。气象专家认为，也无排除发布海上风台警报的可能性。 可能在礼拜天、礼拜一的时候是最接近台湾的菲律宾东边，其实或是说南海附近已经是一个季风槽，或者我们俗称的台风窝。也就是说，一个礼拜有1到2个台风生成都是非常正常的。 专家提醒，一直到拜三，各地过到了后，阵雨辐射较大。拜四起到拜六，高温会大致提升。礼拜2以后，风台外围混合才会开始影响台湾。今麦这日风台过，会一直有风台上升，会当先有先做好防灾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